大家好，今天介紹一名花園5房2廳格局打造。大廳用巧妙融合現代簡約設計與高收納功能，透過細節規劃滿足多元生活需求，適合多代同堂或重視空間效率的家庭。入門即見一體成型的懸掛式電視櫃，以利落線條搭配淺木紋質感，延伸至特色牆面，運用撞色或材質拼接增添視覺層次。入門右方配置全高鞋櫃，中段留空設計方便置物，底部懸空便於收納常穿鞋款，兼顧美觀與實用性。主臥以全能休憩空間為核心理念，巧妙融合休憩、收納與辦公功能。全高衣櫃運用隱形把手打造簡約線條，窗台設計榻榻米收納櫃延伸親子互動區，床尾衣櫃連接多功能書桌系統，整合層架與空調櫃體形成一體。透過垂直收納與複合式設計，平衡空間美學與實用性，實現小坪數效能最大化局。客房2有4.5車雙人床貼窗儀設計，用柔和木紋板材式床頭櫃延伸視覺，晨光輕灑入室，即就慵懶愜意的休憩氛圍。床側打造儲物櫃弧式物舉，8門全高衣櫃設計連接電腦帳和書架，細節盡顯貼心巧思。上掀油壓式床箱，收納量體隱於無形，打造從容自在的私密天地。小男孩房有3.5車高床，靠牆擺放下有6個櫃桶，超大儲物空間，結合床尾衣櫃和儲物一體化設計。窗邊有電腦台，適合青少年或作為書房兼客房使用。小女孩房間用3尺高架床設計，床底有衣櫃連接書架。入房右邊有電腦台，垂直空間運用精準，適合小坪數多功能需求。工人房上鋪單人床，結合下方衣櫃與書櫃，一房多用，打造麻雀雖小5臟俱全的獨立空間。客廁所做了洗手盆櫃、鏡櫃加儲物櫃，櫃底加 LED 燈，乾濕分離。淋浴優用黑色不鏽鋼灰玻璃浴屏隔開。入門右邊做了嵌入式儲物櫃，下可放水桶。天花用鋁白有天花加平底 LED 燈。超大廚房，雙式廚具打造亮點，廚具椅跳式設計營造活潑視覺。上下舉選用環保生態板，下舉寫面用無縫寫台面，兼具抗污耐用特性。無縫當水美觀又安心。嵌入式洗衣機弧焗爐提升烹飪效率。